来继续来看这个国立的暨南大学原住民专班的学生协助着小族来调查着4个月，总算完成8种食物的采集，造成着标本。这个月开始，伫宜达邵的部落来举办着展览，要来分享着因调查的成果。小族民族食物特展开幕，先是为展览进行祈福仪式。这摆展览是由暨大原专班的学生甲小族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目的是要呼吁传统食物的文化。事实上，少族的传统植物里面已经消失的太多了。那今天暨大的学生利用少族这些可采的这个植物，把它发扬出来。所以，我们暨大这一次的一个展览哦，让我们去认识我们周边的一个植物，这是相当重要的。这摆展览的8种食物，包括有过去利用伫建筑、医药、技术用甲实用等等部分，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归纳了后，经过4个月时间去采集所组成的标本。有些植物在过去少族称那些植物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名字。对，那针对这些不一样的名字，我们去做了它更确切的名字。这摆展览伫宜达邵部落的着陆市集，将展出到12月2日为止。希望讲透过这摆展览，互大家对小族传统食物以及应用有更较侪了解。